在自己的频道的社群啊，注意看哦，有这个道歌调记的流行歌曲的曲名，要搜寻哦，要加入播放清单哦，要利用网络资源。你看歌曲前面加井字号，在自己频道的建立贴文发布以后，有超连结功能哦，蓝色字前面有井字号。现在要搜寻第29项，天上人间。哇，你看这个就是歌唱影片目录，歌唱影片资料库目录了。不一定都是歌唱的呢，也有电影了。现在要把它加入那个播放清单了，点按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然后来储存到播放清单，然后勾选第2项道歌调记的歌曲整合，按完成。然后来